是2月21号世界母语节，一个是228。我要讲的故事就是228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丁窈窕。伫个真久以前，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徐水环，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丁窈窕。当初是有一个查甫足介意徐水环小姐，但是徐水环小姐无介意伊，接受伊。迄个查甫就怨困咧死来，结果有一天，伊就看到丁窈窕桌顶有一本政册，就走去甲国民党讲，因几个是歹人。结果国民党就掠徐水环，还有丁窈窕。还佫有几个朋友，当初是丁窈窕身躯顶挂佫爱一个10个月的查某囡仔。丁窈窕知影，伊这世人无可能会出去内底啊。结果，伊就甲伊的头章加落来，交互伊的一个朋友叫做高进顺。结果过2年，有一个女官来找丁窈窕。丁窈窕有人来找你啊！伊就爱伊的囡仔过去，结果一到大天，伊的查某囡仔就互国民党的人掠去，伊就换来哭换来讲，我妈妈是好人，莫杀伊。结果呢，国民党就伫个伊的查某囝面头前，甲伊的妈妈杀死啊！高进存出去以后，伊就甲丁窈窕的头毛埋伫个一丛树仔，迄丛树仔就叫做丁窈窕树，嘛有人叫做丁环树。228要到啊，台湾人千万毋通袂记哩，所以台湾人的正义还袂来。伫着这个奖金钱，我拢无想过我会得着，但是我得着啊！我要感谢的就是我的阿爸，还有我的阿母，予我这个勇气。我即摆要讲的就是，伫个我读幼稚园之前，我拢就会晓讲台语，但是咧读幼稚园的时阵，大家拢直直笑我讲，我莫讲台语，嘛老师嘛讲我莫讲台语。伫咧读国校的时阵，我阿嬷就伫咧看戏说台湾，我嘛对咧看，我嘛真喜欢看。我的阿爸还佫阿母就予我看，就予我去学台语。我即摆已经3年啊，大家嘛是直直笑我讲台语，但是咧我拢毋睬伊，因为台湾话是咱台湾的母语。所以咧，咱台湾人袂使放袂去讲母语，多谢大家。感谢这主办会，还佫秉承，互阮查某囝这个肯定吼。这因为阮兜住咧中立，讲华语的人较济。自细汉我甲伊讲台语的时阵哦，伊足紧就拢学起来啊。毋过一去幼稚园了后。马上倒来拢甲我讲华语，我想讲这嘛无法度。甲前4、5年了，我感觉安尼毋对咧。安尼直直讲，伊总有一天一定会袂记。到迄当阵我就足严格，伊只要甲我讲华语，我就要甲伊，无要甲插。讲你去想好，这台语要安怎讲，你才来甲我讲。伊的台语拢是安尼养成起来。